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真。真久無來關心到咱的立法院，立法院咧創啥物？立法院規年攏無休會得開會，不眠不休修法引起了討論有真濟。我雄雄想起今年的預算也未過，安尼政府的運作，敢講攏無要緊，無差別。今仔日4位民意代表甲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前中國國民黨立委陳奕迅，大家晚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民主進步黨基隆市議員鄭文婷，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台灣民眾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徐文樂。各位鄉親時代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鳳林。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來看，這是因為國民黨的立委葉元之提出了修法，要讓公務員、軍人、教師，若是一旦退休了後，擱去政府機關、學校、特定的機關食頭路的時陣，退休金無需要停。會當繼續來領取，民進黨團批評講，這是為了巴結特定的族群。不過葉元之表示呢，在修法的時陣，大家會過來檢討，強調放明這個規定是要希望解決欠工的問題。國民黨立委葉元之等人最近提出3項修法草案，要讓退休的公務員、軍人、教師，若個做政府機關、學校還是團體特定職務的時陣，無需要停止領月退休金，讓民進黨團積極講是領雙份薪水。如果現在把堵死的門再打開，這些人很容易再回任公部門，在同樣的職務上來領雙份薪水，然後就影響了年輕世代的升遷機會。老師到現在都還缺上千位，補不齊，第一線缺工，能夠有中高齡的這些專業人才，能夠回到我們的教學現場，來幫助減壓。今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附屬法第77條就規定，退休的公務人員經過審定了後，有領月退休金。若是閣有做政府機關、學校還是團體等等特定有領薪水職務的時陣，就要停止領月退休金的權利。也來針對葉元之帶頭提案修改的相關規範，專屬部體育司就回應，正正葉元之就要求檢討退休軍公教再就業的薪水上限。葉元之委那上次他在質詢我們，他是說領雙薪，但是如果你在任的薪水沒有達到法定基本工資，表示你在任這個薪水其實沒有很高，那我們是可以排除。他是認為說法定基本工資很低呀，他覺得叫我們去檢討這個標準。葉元之強調，提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解決教學現場欠缺校安人員加重點老師的問題。譬如講，退伍的軍人再就業，薪水上限大概是3萬9左右，啊，不過校安人員的薪水4萬塊，就無法度請。愛調業立委會當鬥陣來討論退休軍公教再就業的薪水上限，定在咧偌濟錢會較合理，才會當解決欠工的問題。記者綜合報道。這條新聞大家看得真清楚，就是喏，軍公教啊，因為即馬欠工，吼，唔那是咧工廠欠工，老師也欠，啊，政府人員也欠，所以呢，提高這個誘因，可以會當來領取，而且月退休的這個月俸啊，還要繼續領。那麼民進黨的立場是感覺講啊，你這領傷多，而且會佔了這個虧，和少年人未當升遷。這跟領取的之間，我要先聽委員，你安怎看？頭一個拄只主持人講了真好啦，吼，即馬來修法的狀況哦，甲迄當陣吼10幾當進前，這個法律就頭一擺開始吼無共款。頭一擺開始的迄當陣是講吼，真濟退休人員吼，要領這個退休金了後，閣轉去做工課，也是安怎做工課，迄薪水還閣足懸呢，吼啊，甚至閣佇咧公務系統內底，吼，等於講政府互因兩個薪水啦，吼，迄當陣的狀況，所以咱修法，吼啊，甲這個設一個這個
限制，就是講吼，這個公教人員是袂當擱領一個月29500塊，最低的薪資吼。啊了後，退伍軍人就袂當領38130塊吼。啊，這個在這個限制內底。啊，講實在嘛是會使做啊！你若是領這1、2萬塊的這個打工的這款，你嘛是有緣在做啊，雙薪還是存在啊。只是講過這個程度了吼，伊互你這個退休金就袂當領啦吼。啊，不過即馬的狀況甲迄當陣立法是無共款的，所以拄則我看到咱民進黨在攻擊講吼，啊，這甲少年人工課吼有影響，迄10幾當進前是安尼啦，啊，即馬毋是。啊，即馬講實在，我是感覺講吼有討論的空間。是安怎？即馬有理由啊，安尼做了，你講即馬老師咧欠老師啦，這屬實嘛。泰戈老師欠足多的，啊，閣有咧，我做過各方的這個委員吼，召集委員，我知影，咱即馬軍的嘛欠足多。是安怎？一當時吼，咱是10幾當來吼是咧裁軍啦，軍是愈來愈少，所以講攏甲放出去。領退休金啊，不過即馬咧，台灣海峽遮危險對無？民進黨愈做愈危險，安那要擴軍啊，所以閣甲收轉來。啊，一直咧收哦，咱咧法律一直咧改，互伊會當3當5當就會當轉來。啊，即馬伊若轉來咧，伊就已經領退休金嗎？啊，你即馬轉來錢閣超過這個38000塊，啊，你要哪轉來？啊，袂轉來一，所以講這嘛要調整啊。所以即馬真濟咧回軍。啊，閣有毋若軍人哦，警察、消防即馬攏咧欠人咧。我佇咧南部，光台南警察欠400-500個，啊，消防嘛欠幾落百個。即馬嘛應該研究安怎會讓互即個退休的警察，拄65歲、70歲還閣會使做，啊是拄退休的即個消防50幾歲、60歲還閣會使做，看安怎會當互因閣轉來甲補一個。即馬是人無夠，啊毋若軍的、消防的，啊閣有咧，醫生甲護士嘛無夠。所以講，即馬毋是講吼咧，甲少年人咧搶工課，即馬是足儕工課無人做。所以我是感覺講，即個修法哦，講實在，你吼這個特定職務搭一款要來放寬，咱會使討論。啊，閣有即個2950元一個月，38130元一個月，你看會使調整無？吼，啊，這一個目的是安那？這工課無人做，愛互人做，這會使討論啦。我是感覺安尼啦。你的意思是講，方向是對的。吼啊！但是內面這到底是愛偌濟錢，啊會當才會當來領退休金，啊袂當領退休金，這會當討論。啊，閣有啥物款工課會當做？所以賣吼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吼！民進黨迄講法是10幾當前安尼講，即馬安尼講，你無用講，即馬應該去研究，無你這問題你要哪解決？軍的無轉來，警消無轉來，醫護無夠，老師嘛無夠。你這提案內面吼，你無寫甲遐幼者，當然大家看到就哦，這個哦安怎安尼啊？啊，講實在，我看這個提案的這個案由吼，伊講吼，在任特定職務啦嘛，講較最清楚有特定職務系的字啊，啊，所以這個字就是會當討論啊，吼，伊無講全部攏放開啊，哦，你若去趁什麼攏放開無啊？吼，還有特定職務啊，這個特定職務就看我們來討論哪一些職務需要嘛。咱實在講吼，我熟悉葉委員真久吼，我感覺伊這寫法吼，敢若迄個寫迄個面冊共款，先寫一個物件，哦，大家就說，我無，我倒來討論，啊，引起討論啊，引起注意啊。本來就會使討論啦。哦，是來，我想這個代誌吼，佇葉委員伊的提案內底，伊講啊足清楚，伊是要互你委任公職、行政法人、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等等這些。但是咱愛回過頭來去看，當初是年輕改革的時陣。大法官伊的釋憲，伊是講你若互伊回任私校停領退休俸，這個部分有伊違憲的疑慮。但是你袂，迄是講登去私立校、私立學校，你袂應該講這一小部分有這一個違憲的這個疑慮，哇，你廣開大門，這唔對。第二項就是講，即馬伊講學校欠老師，啊，咱嘛是有真濟。代課老師或者是真正有想要去從事教職的人，伊找無工課，應該愛訓練因，互因會當進入這個教職的體系，互因會當來從事教職工作。啊，閣有就是目前因為有限制，因每個月會使領的這個天花板，這個部分要安怎甲伊打開，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閣來就是講。今仔日你若講因為
退休，所以我要擱來去做工課，啊，我通好領2份薪水，這對世代來講就是無公平的嘛。少年人伊安怎做，伊嘛是1份工課。啊，議員是他在陳委員所講的，講啊，這欠工有影是事實。缺工，這是每一個行業都有的情形。以目前台灣來講，是對。但是你要解決軍公教的欠工欠人的問題，你認為正辦是安怎應該安處理？缺工你愛看什麼款的工？咱的工作有的是勞力活，這種的咱要安怎用機器取代人力嘛？用機器來。需要用到腦筋呢？咱即馬真濟 AI 會當幫咱處理真濟咱的需要思考、需要去做 routine 的這方面的判斷的這個工作，這咱政府會使用 AI 來解決咱每日會當要拄到要去處理大量公文的這個部分，這嘛是會當的。好，用電腦去控制。所以議員你的立場是免叮當。我認為講目前這個現主席這個法制是符合世代公平，嘛是符合咱為什麼因要辦退休，就是感覺我的年歲到啊，我辦退休，我會當來享受我的人生嘛。你唔知要去辦退休，你辦退休煞，結果唔是呢，明仔載你可能就擱轉去本來的工作的所在，繼續領薪水，你又唔是，不是正確的一個方式嘛。古早就是我領1份退休金，我擱繼續佇個本來做工課的所在，我繼續來從事教職，從事我的公務員的生活，做一個工，你出一份力，領2份薪水。但是伊即馬的修法無法度甲這種情形排除，甲伊排除掉。如果若排除咧？如果排除的話，那當然大家可以去討論。但是問題是，現在我們看不到，咱即馬看袂到講伊有要排除這，伊顛倒是，互咱看到，互咱較煩惱的是講，要甲這個無合理的情形，擱甲伊復活轉來。因為咱看袂到伊到底伊這條啊，佫是咧真感性啦，吼。對啊。佫真感性啦。對啊對啊。咱來討論嘛，吼。是。我來問咱民眾黨的立場。是。第一，我要澄清一個代誌吼，就是講，不管是老師還是勞工吼，伊退休了後，領的叫做退休金。退休金是少年時拍拼撿起來，資方佫提撥安尼起來的物件。吼，這是退休金。伊也講65歲，還是講勞工60歲以後繼續在做工課，人要請，吼，即繼續做工課，伊領的是薪水，伊即個薪水是伊即擺的勞動去換的，所以這兩項性質確實是無共款。當初你也以性質來講是無共的，所以比如講，我即擺65歲以上啊，我已經退休啊，有人講你還佫會當叮當嘛，來做工課，吼，請我3萬5、4萬。確實安尼，我勞保的這個退休金過咧領，我逐工回去上班，我佫領這3、4萬。事實上，這攏是這退休金是我較早少年時拍拼的成果。我即馬佫去上班，佫領3、4萬，這是我目前拍拼的成果。這兩項照道理講，迄是無衝突啦。但是社會觀感。我知影大家較會計較這個啦，但是事實上，這兩項攏是我個人應該愛摕。所以當初較拄仔陳以新委員咧講，10幾年咧調的時陣，毋是講你領這就袂使領這，毋是，就是講你也即馬有頭路，你即馬有頭路有收入，你退休金較先賣領，等下你無頭路了後，退休金繼續會使領，這原本就是你的哦。咱這先講清楚，這第一項。第二項哦，就是講。伫即馬即個時代，確實講吼，少子女化足頭疼的，吼，不管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攏想空想芳，想要鼓勵大家要生囡仔吼，毋知影講實在，你也講，效果是安那？吼，你比如講咱行政院，吼，少子女化辦公室成立幾啊檔啊，吼，但是咧，咱現實的數字就看會到，一直落，也是咧一直落吼。好，這不管，所以。高齡的人重新投入勞動市場，這個代誌一定要去面對。好，所以法律上要安那個調整，我看攏會使討論。所以
副執行長，恁的立場就是講，水的方向會當來想，來調整。是。但是我頭聽過恁一句話講，這個停領，這個退休金，這會當來考慮。即擺制度，即擺現行是安尼嘛？是。啊，但是日後呢，你感覺調整這個停領退休金，以後還會當領啊？啊，你即擺社會觀感唔歹嘛？但是這個有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比如講我即擺65歲出去食頭路吼，我食到70歲，這5檔我有薪水，這5檔我無領退休金。照講退休金是我的，我等到70歲我無得到71歲我就再見啦。對，所以就減領，所以這確實有誘因啦。你安尼重新設計確實有誘因啦，吼而且這客觀的需求確實有真濟啦，不管是軍公教一寡特定的領域啦，吼。我是較歹心啦，我想講若有人吼，不如我即擺先來退休，吼先休困半冬來環遊世界，過來上班嘛。我就薪水就飽啊，我嘛會當安尼想啊，就。我了解啦，但是較歹心我是安尼想。所以其實高齡者吼，安那重返就業吼，其實世界制度足濟，包括就講65歲不得強制退休，伊也有法度啊，頭家嘛感覺袂歹，啊繼續用到68歲70出頭。我自願退休啊，過來。啊，我是講。看這個想法。我是講全世界設計這個制度，要鼓勵較濟歲的人過來投入社會，而這種制度幾啊項啊。第一項就是講取消65歲強制退休，這種嘛有啦吼。啊，第二種就是講65歲你先退了後，我要做職位設計，哦，因為高齡的雖然高齡，除了大學教授，可能愈老迄功力愈好吼。但是你若講國中老師，伊就有熱誠，但是你叫伊顧迄個孫悟空72變，迄是還是吼，所以一寡職務要重新設計。我去做迄個體管教育啊。65歲較困難。去人嚇驚啊，是毋是？這嘛是來。是，我感覺這議題哦，咱應該愛分得清楚，因為我感覺即馬大家攏難做伙啊。第一個部分，咱應該愛講，確實國民黨甲民眾黨第一屆立法的品質是有夠歹，即個我過去看到這個爭議的法案是真多。再來，咱即馬咧講這個法案我來這個法案我們沒有提。我講咱這個在屆內底，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立法品質不大好，不只是這個法案哦，所以這個聽好清楚。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講，這法案頭先咧講，但我難做伙哦。先講好，這是講公教人員哦，軍公教人員退休後在任職公家機關的這個退休金的處理，不是叫做他難做伙講，我就退休啊，我即馬去便利商店，你來甲我限制、甲我控制無共，這是選擇問題。我感覺當然會使來討論，但即馬是講，你要食國家的這個公家的頭路，你即馬是不是咱哪個來回任來利用，要安怎來處理？當然會使來討論。但即馬我就講過，大家這部分的講法，攏啥物欠講啥？我借問一個60、70歲吶，這個公務人員退休，甚至吶較少年50幾歲，軍人是較早退休。他請問一下，咱講到即馬伊哪個回任來這個工課，伊敢會去做迄個櫃台，做上簡單的工課，伊基本上有可能伊的錢，還是伊的這個職位部分，這會變成講咱煩惱講有這條件。另外一個部分，你若講欠工，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是咱的薪水無夠嗎？那以我大概報告一個數字，咱的公立的教師人員平均退休每個月是68萬，公務人員是56萬，軍人是49萬，邊軍啊，當然你上將啊。校長會較濟，伊安尼意思就是，伊原本就這筆退休金以外，伊閣要加上，咱即馬若甲即個天花板甲拍開，我有可能去做即個咱講閣大即個即個職位時陣，伊會閣加領。所以講這是會使討論的代誌，但是我感覺愛甲分得清楚。另外一個部分，咱即馬所看到，就是講以咱目前的即個狀況來講，咱當然希望咱的即個你若要加薪，若要講符合世代正義，咱有一寡政黨佇咧話講照顧少年囡仔。我用頭先來比咧，我若是今仔日退休人員，公教人員，這個教師已經公立教師領到將近6萬塊，然後我又可以打破天花板，可以領到4萬5萬。
我敢袂甲8萬9萬請一個來做老師？我敢袂使用公務人員的部分啊？講我退休金已經5萬啊，我閣加5萬互伊，我敢袂使甲整個現任的咱少年的這個咱講公務這個人員，互因的薪水閣較懸啊？所以這是國家的選擇啊！這就看到倒一個政黨，伊是要對少年的囡仔該投資，還是倒一個政黨是要互伊刮能撈就撈，能混就混，來拖垮咱的財政紀律。所以講，這是一個咱應該愛好好來討論的代誌。這樣就你會認為是不如好啊檢討整個薪水結構，這頭一個。第二個是講，若是真正會任的人，叫伊去坐櫃台，敢有可能？無可能，所以一定坐過，咱就你個講。如果那咱來規定講，你若要來回任，你就是愛做這個。我感覺我欠的就是這個位啊。我感覺你唔對，咱愛適才適用。我真是一個總經理，還是一個校長退休。我相信咱台灣真優秀的這個公務人員真多。咱即馬咧討論只是講資源分配的方法。我閣講一解，當然會使林雙馨啊。即馬是講在國家資源有限之下，咱要安怎來分配？我感覺有錢是要互一寡咱少年的公務人員更較濟資源。啊是講無，這退休人員繼續用，啊少年的繼續打壓。咱即馬就是講，你愛想清楚呢，你敢要台灣對安尼的方法來行？咱即寡教授，啊是咱即寡校長，啊是即寡高階的公務人員退休，拍攝，你可以用顧問的形式啊，你可以付他這個顧問費，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你一定要去佔用正式的職位嗎？我感覺這是咱來討論的代誌。這當然啦，職位啦顧問啊，但是顧問種紅問啊，你若來無問我就無講話哦，像這種。但是即馬聽起來，我所聽起來就是真正欠工啊，欠人手咧教冊咧做代誌，要創啥？伊講警察欠台南就欠400-500個。啊，那像這種，我若叫老警察來，伊嘛無法度啊。是啊，所以我唔才講，你唔是第一線基站咧欠。來，單位啊。我講吼，這條吼唔是政治的問題啦，這條是管理的問題啊。即馬管理唔是講吼，這世代吼有公平的問題無，這是國家的公共服務的能力吼，要安怎分配的這個問題啦吼。啊，即馬講吼，工課百種。不一而足，咱應該啊專案討論啦吼。所以講拄則你講老師這大家較好了解。啊，真濟大家較無法度了解的軍人，你講真濟吼，這個軍人退伍，啊，毋是攏將軍退伍呢？真濟士官退伍呢？啊，部隊內底講實在的上厲害的是士官呢。啊，這是咱的這個部隊內底，啊，即馬吼，咱這個軍隊咧增加的過程中，真濟是後備的。要動員的，要準備的，這款哦，唔是講哦，你咧頭前咧開戰鬥機、射飛彈的，吼，無遐爾專門。啊，不過後壁迄種欠人啊，吼，所以即馬攏叫遐有經驗的士官啊，安那吼，拄退伍5當啊，進前攏總轉來，後壁要組成後備旅攏無人啊，吼，我是講這款軍人，你3萬斗千3萬8千塊，敢有法度甲因叫轉來？吼，啊你即馬甲因叫轉來，啊，擱有一個限制，因就無法度轉來嘛。所以你這軍人一款，啊，警消咧，我來做司法的交際委員的時陣，迄當陣就咧討論啊。咱這個4至785號勞動人權通過了後，啊，全國吼加班上多就是消防加警察啦。啊，即馬變成講你要少子化，叫這個警察較多，啊，消防較多，啊，就無法度有遐爾濟人要來讀啊，啊，你就無法度。好，啊，你即馬遮個這個咧欠人，啊，真濟時間吼，親像消防，迄真濟時間是佇咧。待勤吶，吼，你等有出代誌無啦，吼，啊，所以有真濟第二線的工課，你會使安怎叫即寡退休的人擱轉來，你做這吼第二線的工課，啊，第一線的拍火，或者少年來去拼嘛，吼，所以講你有真濟會當內底咧分，所以我講吼軍警消，啊，我甲你講軍警消佇咧國家的這個公共服務上重要，啊，閣有誒軍警消這款哦，你嘛無法度去外口請人。你無一個訓練，你無這個階級，有這個經驗，你無法度凊彩外口叫人。啊，這軍警消退休的嘛，去外口歹找工課啊。啊，你有主張講，伊本來退休領偌濟，啊，即馬佫業績干咧打起來。啊，這會使討論嘛？我會感覺講吼，即馬唔是看薪水的問題，咱這國家服務有一個規模啦。你這吼袂當欠人欠嘛遐尼嚴重啦。我拄仔講吼，400-500個警察，迄是台南，啊，消防的欠佫較濟啦。啊，毋是敢若台南啦，逐縣市。
款式攏共款啦。所以我是講吼，這款唔是咧甲少年人搶工課，即擺無可能少年人要來做這個工課啦，這是事實啦。所以講吼，我講愛賣用政治的角度來看這題，這是管理。吼啊，這國家即擺欠人公共服務袂使停落來。咱即馬安那，好家吼，啊個少年，啊個第二春，啊個有法度做的，軍的、警的、消防的、醫護的，會當可以開一個門來出來。冇咩啦，咱這設計嘛，咱來調整嘛。這就你小弟，我議員啊。我應該安尼講啊，包括咱委員所講的迄種情形，其實咱有4大名利，有民防、有義警、義消，等等。這的人，伊嘛是攏愛受訓練。啊，因會使做類似後備的工課，要拍火、要創啥，一定是第一線的警消人員走頭前。但是這個部分，甲咱即馬要講的這個議題，這是2項代誌。公務人員、軍人、甲老師這3項，因退休了後，要擱回任，你退休金都袂使領啊，因為你擱做同款的啊。議員，我看到781、782、783。攏有對着這個會任佫有限制呢。對啊。啊，這若要用，就必須要授權呢。變成對啊，大法官會議的該水要先宣告失效嘛。啊，伊這攏無討論啊。即馬是這3款的人要轉去做本來的工課，伊的退休金限制受到限制。本來咱的規定是愛停發嘛，啊，伊即擺要甲伊解凍啊，你變成會使領雙薪，啊，迄個卡過啊，委員講的攏無共款啦。即我無得靠，我外無到迄陣陣，我全伊失覺察着我這5檔攏無領着呢，迄嘛是損失哦。所以我較多為什麼講這2項的收入性質是無共？照講性質無共款，為什麼伊要去退休？你繼續領啊，啊，你的退休金還可以累積更多啊，是不是？這我先問政長吼，就是講當初是你退休是一個情景，啊，你做了人生的決定，即馬擱再回來嘛是一個人生的決定嘛，吼，你出了這個行啊，會行去到這個咱這個康寧路，啊，行去到醫權會去到成功路。啊，每一個轉彎世界攏是人生的選擇嘛。啊，但是我無咯，我這個物件佫放佇公共電視，我炸爆互去。這當然唔那是社會觀感的問題吧。所以我較多講就是講，佇其他的設計內底，某一種就是講65歲都唔免強制退休啊。你若講頭家甲勞工，還是講不管，你講主管甲員工對，當會使用這種方式了，可能就其他的方式會當解決這個問題嘛。只是講咱這擺設計就較無去做。軍公教為什麼要回任本來的軍公教的工課？就是這個工課雖然辛苦，但是你比着勞動階層的工課。加較輕鬆嘛，啊嘛較有保障嘛，咱坦白講是安尼嘛。輕鬆我是太高，無一定哦，無一定哦。啊，你迄勞工有誒，你老師應該是無遐輕鬆啦。我老師會使放寒暑假。是啊，我感覺賣講無輕鬆啦，即馬公務人員攏足辛苦，尤其是開這多時間要應付這些上的這些政務官或者是這種所謂的民意機關的部分啊，所以我講攏誠辛苦，咱攏不否認辛苦，咱對這議案我講過，當然會使來討論。啊，這委員講做好啊，管理的問題啊，我大家報告一個代誌就好，賣講旁人講的迄故意退休啊，然後接着再聊，不，這是有可能的。那你講咱以軍人哦，他總要這個委員特別講軍人的部分，我都改講那士官階級啊，一般當然你要繼續做對，做到士官無就軍官，當然該好。甲大家報告，咱即馬下士64000，中士68000，上士72000，二等士官8萬，一等士官8萬4，少尉74000，中尉77000，上尉8萬3，少校8萬8，中校9萬5，上校10萬，少將13萬到16萬，上將到18萬。即馬意思就是講，你若做好，你感覺這個職位我可不可以繼續做？他賺迄個什麼3萬9，就是假議題嘛。
你即嘛有你算嘛，你一個退休，你就領頭先我講的迄個6、7萬、8、9萬，一個是你現職有到18萬、19萬，甚至若是一般上下嘛10萬，你要3萬9加一個現職職位10萬塊，這是國家的資金有限的狀況之下，互你選到嘛，你若要選到，咱就繼續甲你請，啊若無，咱就當然退休的部分。我甲你問一下吼，譬如講你他講一個士官，我會記個哦，即個士官二等的士官才8萬塊。吼，啊，伊這本來退休金可能嘛有4、5萬。咱頭先講過，上無就差不多5萬幾塊6萬。啊，伊即馬就是我退休，還有我還辦1個月退休，我過來回任。啊，回任了，因為咱來講了，即馬聘任當然是咱尊重每一個機關也聘任人事權。啊，即馬現就我問我完啦吼，就是講這個2等的士官長，伊才退休金才5萬塊，吼，啊，伊即馬佫要來做士官長。啊，所以伊會當領偌濟？伊照你講會當領偌濟？咱對啊，10幾萬，就是伊即馬兩個加起來，就是咱講着，他會。但是即馬還佫有天房啊。對，啊，即馬就是講原職位，因為登去做一個工課，你要用原職位的錢嘛，就是咱即馬咧討論議題，就是他在回任軍公教的國家的這種公務體系來講，他又會另外再領這些退休金。即馬就是講，這個部分是應該愛來討論。我同意，咱有這最無同的狀況，要這樣子一而全部含瓜，可能無介公平。但是這開始是愛討論。啊，講你這就政治的問題啦。伊咧講這公平有公平無？我即擺是講欠人的問題啦。你即擺若是講吼，這個士官長佫要轉來，我有虧，你才會使轉來啊。若是今仔日毋是講我有後備旅，我有啥物旅，我有遮濟部隊咧招，你欠100人，我是安怎要開虧啊？互你轉來，對無？若是講今仔日我無開虧，啊嘛無人來啊。即擺問題佇咧遮，你佇咧講這伊趁傷濟無公平，啊！即擺看講國家有這個任務咧做，無人做，吼！啊！你要安怎？啊！敢遮個人有經驗嗎？你軍咧、警咧、消防咧，其他外口找無人啊？即我會當相信講，委員你強調的時候，啊，即擺就欠嘛，啊，但是欠落去，要拄啊有這個虧啊，塌落去時陣。伊會當領10幾萬嘛？你甲看嘛，若是今仔是後備的，你又毋是逐工咧佇咧部隊內底，你甲迄無共款嘛？啊，你若是講要前的消，你愛去吹嘛？愛準則。對啊，你若講要做消防的，所以你的立場是講愛準則嘛？啊，還有你講消防的，我嘛鼓勵說退休的消防員剛佫轉來做第2線的工作。其實我安尼死會聽的吼，恁其實攏大家攏講愛準則哦。愛看這個整個這個國家應該是安尼嘛？對，現在是管理的問題嘛。所以會當來討論嘛。這才討論。啊，只是講唔通規個攏拍貴。無可能啦，伊嘛這法律嘛是講特定的職務嘛。有人去算講規個來拍貴，一年要加偌濟錢呢吼？這不是錢的問題。這不是錢，我必須要講管理的部分，講到管理，咱原本都有一寡心理，有一寡是防弊的部分，咱就知影講，今仔日因為咱講到公務機關的任用權是啥，歹勢，這嘛不是國民黨甲民進黨都一個黨，就是咱講到第一個權力地方嘛同款，所以咱今仔日講的問題，咱就講這確實就是世代的問題，這哪有啥物是政治的問題？這直直講政治，確實大家當作甲是這政治的原因嘛，這真簡單的問題，咱原本就是叫資源分配問題，這嘛是管理啊。所以咱即馬咧講，無去扣帽子。咱當然知影我講到軍警校，咱即掛公務人員在這些所謂的公立的醫院，攏對咱台灣貢獻真大。即馬只是咧討論，我講資源要安怎分配。我若感覺即馬欠工。是到底這些工課真無好，還是咱薪水會才較懸？咱即馬講的是講，我若有辦法來分配，我到底要甲錢，或即馬現任的較好，還是我要甲錢留喺退休？退休的部分，唔是講伊去做新的工課無薪水，是做新的工課共款領原本的薪水。當然你講即個資深的，還是啥物有加級咯，要來討論，當然會使。即馬單純是咧來講咱安怎資源分配。我相信觀眾朋友大家聽了四位咧講吼。應該我感覺這是有對大家參詳啦，吼！大家攏講哦，這是啊，啊伊一個人領2份，啊你感覺來就附加，吼。我補充一個，咱比較一個情形，比如講台積電退休工程師，吼，啊即馬當年領股利，因為台積電即馬股票好嘛，一年領股利攏500-600萬，啊但是台積電。有一寡環節就是足特殊的，只有一寡老經驗的愛回聘的時陣，伊個會使去領20萬。對吧？你聽我講，不管是公家體系，不管是公家體系還是私人體系，我要講的講，這兩項收入的迄
原理是無共。同齊體的時陣，咱觀感上社會觀感上，哦，那會提較濟，但是事實上這性質是無共。我要提起這個，吼。應該講，你今仔日選擇要退休，就是講啊，咱做工課已經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我想要離開這個工作職場，啊，我就領退休金。啊，結果你唔是啊，你甲你當初退休的意願，你的決定是無共款，你是要擱轉來做這個工課。這是兩項代志，所以袂用講啊，迄就是我做一世人的。我相信吼，人生三方面啦，吼，體面啦，啊，這個場面啦，啊，情面啦，吼，啊，人生的選擇攏每一個人無共款，所以千差萬別。但是政府的制度應該好好來想，啊，過猶不及吼，攏無好啦，吼。哎，我相信這應該大家有共識啊。哎，咱來兵役吼，兵役來講一項。即馬吼，你講這個修法，你修啥物法咧？就是講吼，針對着講，即會使來緩刑吼。比如講，咱即馬役服社會勞動甲緩刑吼，即會當放寬即個登記。哦，即會使也袂使。啊，但是我就想講，3月份的時陣，林淑芬委員用提案了選罷法的第26條修正案。啊，放靈講受緩刑選舉者會當登記參選，啊，即馬咱是要役服，吼，義服社會勞動會當來互伊登記，啊，倒一個較重。我要先，互四位先講一輪啊。這條吼，我有插到啦，迄當陣吼。這個選罷法26條咧修法的時陣，迄當陣差不多3當前啦。迄當陣我個立法委員啦，啊，迄當陣就是講吼有這個民進黨提案啦，講這個黑金槍毒吼，啊有這4條的法案的吼，啊若是講吼有這個罪吼，啊就互伊消極資格吼，就袂使來登記啦吼。所以講迄當陣國家這個法律內底吼，講犯到這款哦，這個黑金槍毒這款的法律的哦，那緩刑。吼，就袂使吼去登記。啊，不過這是前面的條款，伊總共有15款啦。啊，內底第9款佫加一個講其他的罪吼，若是緩刑嘛袂使啦。啊，問題就佇咧遮，迄當陣我就佇咧立法的時陣，我就有提出來，我個立法院甲有講哦，你去看記錄就知影。我講這有違反這個比例原則的嫌疑哦。你本體是講這款的罪吼，黑金槍毒的罪，若是緩刑嘛袂使。來登記來選，啊，結果你後壁佫一個其他誒罪嘛，緩刑嘛袂使佫來選，啊，你是安那愛黑金槍毒？我就迄當時就講啊，我講這個法律適用就有問題啊，啊，而且這個褫奪公權，若是講吼，法官感覺這個人袂使互伊選舉，伊就褫奪公權就好啊嘛。是安怎？佫愛因為是咧緩刑，伊咧判緩刑的時陣，伊嘛毋知影你會使要選，無要選嘛。我講這條迄當陣就有違憲的之虞吼，我就有提出來。啊了後。發現過實際的問題，就是講咱台南，佇咧這個王家珍吼，伊這個市議員吼，伊拄好迄當陣吼，因為伊的助理有這個卡債吼，所以吼，伊迄薪水吼，互另外一個助理哦，啊，伊分一半去互這個有卡債的助理哦，免講互伊的錢攏互銀行甲扣去吼，啊，了後伊就變成違反。這個助理費的案件，啊了後伊就被判緩刑，因為伊根本無貪這個錢嘛，伊是因為伊的助理有這個卡債的問題，啊不是中處，伊迄當陣就判緩刑上輕的啊，偽造公文書緩刑上輕的啊，啊伊就認罪啊，啊緩刑就無代誌好認罪嘛，啊認了後變講伊這兩黨內底吼，無法度選舉伊唔知。啊了後，咱就國民黨甲提名要選這個第5選區，甲林俊傑要選立委啊！啊到迄陣洪春春幾禮拜要登記的時陣，無法度登記。哦，迄當陣咱才發現講，哦，那這條敢白着伊啦。無看你咧質詢。迄當陣我就擱佇咧地方，伊擱替伊咧講話，吼，所以我就感覺講這無需要。但是伊無看你咧質詢，無看你咧想法，我家己。啊，我來甲你講，伊吼若是易科罰金，伊擱會使選咯。伊當陣若是講易科罰金，國較。這個重的罪，易科罰金了，伊納錢落來嘞，伊個會使選咯，啊變成緩刑，都較輕的袂曉選咯，輕重失衡，哈，然後也違反比例原則。這我贊成，我應該來通盤來檢討啦。所以我講這條講實在哈，已經有實際上有人受害啊，啊，所以這對民主無赦，我是感覺講嘛是會使討論啦。我就這個問題繼續問田議員，民進黨是主張講緩刑的，嘛會當登記參選，會使參選，嘿。啊，這個役服社會勞動啊，甲伊這無共款，
這無共款。看我咱陳委員伊所講的，1顆罰金伊會使去登記參選，為什麼？因為你1顆罰金錢落煞，就等於你的有期徒刑已經執行完畢啊，已經執行完畢啊。啊，緩刑是講啊，你雖然去哦，法院宣布講你有這個有罪，但是情節上我會使閣甲你觀察你2年至5年，你莫閣犯這個故意的犯罪吼啊。假刑啦，咱講緩刑就是假刑，嘿假。啊，這幾年我甲你觀察，你若講攏無閣犯其他的案，那罪行攏撤銷掉，都當作恢復原來吼，無做這個情形。所以這2種是無共款的哦。1顆罰金是已經落錢啊，刑罰已經執行完畢啊，你已經受到處罰啦。啊，這條好啊，但是這個易服社會勞動役的這個問題，這是到底要服社會勞動役無？這最後決定是佇咧執行的時陣，互檢察官來決定講，你即馬提出的證明，我是不是要互你來易服社會勞動役？是安尼的情形。所以，如果今仔日一個執行的檢察官，我認為講你這個我無介意，啊，我就我互你易服社會勞動役，啊，你就袂當選，吼。啊，我若感覺哦好，我這感覺會用的，我互你去易服了，啊，你就變成會當選，安尼會變成造成講。甲檢察官的決定捲到這個政治的漩渦內底。緩刑唔是同款意思。緩刑無共哦，緩刑是法官宣布的緩刑，而且伊這是普遍一致性的，就是說大家對假刑這件代志，所以我整理一下吼，議員你的意思是講，一個是檢察官直接就講，啊，你這吼，我莫甲你提起告訴。我互你啊，唔是，伊迄嘛是法院來判了後，法院來判，法院判得易服社會勞動役，所以佇咧執行的時陣，法官判，但是交由檢察官來決定，來執行這個刑罰的執行，所以最後的決定權佇檢察官的手頭。對啊，所以你認為講啊，這個檢察官的咧涉入的政治。對，這唔好，因為檢察官伊咧決定的時候，咱就互伊回歸到很自然。我安尼你的情形決定落去，你會使易服社會勞動役，你就去掃塗骹去創啥？啊，若無你就會使。所以議員你的這個態度就是講，你咧法官咧做這個判決的時候，你就要注意哦。你唔通違背着這個人權哦。到時陣伊若要選舉的時陣，你來礙着伊，無法度來選舉，所以伊就主動甲這個社會勞動這個物件來閃開。你要就你來判刑，啊無食就是來做緩刑，無這個物件，無到時陣對啊，這變成三刑了。本來照你講，法官咧做判決的時陣，或者是檢察官咧做判決，是就單純做一個司法的判斷。但是因為有這個規定，會造成講檢察官佇咧判斷講，我要互你易服社會勞動役無，變成有一個變做法官嘛要注意咯，無形之中捲入啊，法院嘛會，因為他得易服社會勞動役。最後由檢察官來決定嘛，親像得1顆罰金嘛，是檢察官來決定。我一半同意，一半無同意啦。我同意的是講吼，講實在，這無愛互法官去決定講吼，政治會使參選無參選，因為伊法官要決定就是褫奪公權啦。伊若是感覺講足重要，伊就甲你褫奪公權，其他你攏免選啦。啊，講實在，另外加的這款的條件，黑金槍毒加上緩刑吼，啊，這是咱後壁立法院3當前的時陣才立法的嘛。啊，加入了，佫出問題，就是迄清救司啊。拄則我講我無同意的是講吼，緩刑有2種啦，毋是講吼全部咱本體佇咧內底前6項的犯罪，黑金槍毒，伊的緩刑才無愛互伊選嘛，因為。這是因為伊犯到黑金槍毒這款的罪，這款的罪較重啊，這款人做候選人要來插政治袂使，所以再設計。啊，了後第9款佫加一個其他的緩刑嘛，攏加把都難做會變共款啦。啊，再變了這個啊，拄則講吼，這個有期徒刑1顆罰金，講實在迄是判來較重的呢。你若緩刑了後，你時間過連罪攏無呢。啊，較重的顛倒納錢了會當選。啊，較輕呢，吼，啊了後煞袂當選，
啊，這失衡佇咧遮，啊，就是立法的時陣無考慮到，啊，王家珍伊就是一個受害者嘛，啊，即擺甲改轉來拄好爾啦。但是改轉來有當時改收過頭去哦，敢會安尼來靜靜？像陳以信委員較早講到，就是講吼，即屆修法以選罷法26條來講啦吼，選罷法26條林淑芬委員的版本是講緩刑除外嘛。啊，阮的版本是佇緩刑除外了後，佫加一個講異刑處分，異刑處分就是包括罰金啦，啊，還是講這個。人家講恁這是為着高市長來設的。這個人你要安尼解讀，我唔是個人啦，我是講安尼。外口的人要安尼解讀，我無意見。恁的意見是啥物？但是有一個法理上的一個基本道理啊，就是講吼，如果是這種輕刑法。就較多以新委嘛講，就講，如果你真的覺得說這個人就袂使出來參選了，直接褫奪公權、褫奪公權，好啊，如果沒有，啊，伊個不是前面6款這種什麼內亂外患啊、黑金槍毒的罪，這種違刑、這種違罪的話，袂使不能輕易剝奪他參政權。你包括不管是林淑芬委員，還是講阮的頒布誒立法說明，攏有講到這個。不能讓違罪的人失去參政的權利啊！這是民眾黨的立場啦吼。來，咱小等吼，這劉所講。是啊，我感覺咱所有頭先講到，不管頭一個案，還是這個案，攏同款啦。當然會使討論原本民主政治就是安尼，咱拄到什麼問題，就去做這個不管微調，還是大方向的這個修正。咱若照頭先委員講的，什麼黑金槍毒啊，就我們公安呢是涉及貪污呢，是今天的法官把它判輕。但是如果用我們的標準來講，涉及貪污的可以再繼續選嗎？那我修法就講歹勢。你和你公寬你涉及貪污，我嘛會使以後就是褫奪你，所以這也才討論啊。所以不是輕跟重的問題，大概有啥叫這個年的部分好像違罪。當然我必須要講啦，那以過去有一寡這個民運呢，還是有一寡較小動去衝撞體制，在早期也給我們判這個違反這個集郵法，歹勢就不能選。啊，但是伊可能感覺我是正義的一方啊，我是為着咱社會公益去衝撞啊，所以當然會使討論。我講唔是袂使，但是個可惜，即賣的部分立法院攏無好啊討論。咱講着攏用強制的方式，無得第即個咱講着用多數的方法去強行通過。即寡代志原本就應該愛好好啊來做一寡調整啦。但是目前的即個狀況，咱當然講着啦。當然，咱看到影片，所有直播對外，這個許忠信民眾黨接到電話是講市長，我們知影全台灣這20幾個縣市長啦，到底是叫倒一個？那呢，阮就要問，唔知這有去登記遊說無？那叫這為自己的利益去做法規的修正，啊，家己知法違法，所以我感覺這較重要代志是，咱當然大方向，我相信民眾一定想法一定同款，是咱希望貪污零容忍。對，即講咱互你公寬你無法聽惜，無法定惜，佮烏白去用，去用錢。當然，安尼人咱應該甲汰換啊。所以另外一個部分較悲哀啦，我感覺是對民眾的呼籲啦，就是咧看到伊就知影，咱以前過去咱的民間團體會知影講，啊你投票投唔對，是因為咱的資訊無夠，你唔知伊是黑道，你唔知伊黑金，你唔知伊過去有貪污。即馬較悲哀的代志是有啥你攏知影即個代志，但你若了後佮要選安尼，我感覺講這就是咱家己人民的選擇。來，議員歹勢，因為已經公告民眾黨啊，必須要有先更正幾個訊息，然後第一就是高虹安2審的是偽造文書，哈，不是貪污，哈，不能用1審的印象來講，哈，啊貪污啊他不是偽造文書判刑6個月嘛，啊所以議科嘛，所以這個情形是安尼，哈，啊第二吼。你若講立法委員佇個議場內底接到啥物電話，攏公布，其實嘛會使一體適用就會使，我絕對贊成啊！吼，資訊公開嘛，因為立法委員全台灣才113個爾，啥物人接到電話，尤其各黨總召，哦，迄個電話一定講足重要。遐個人攏甲公布。民眾黨愛學好，民眾黨講家己是新的政治，講因是要打破藍綠，藍白都是垃圾啊！你自己做的就是又跟傳統政治。民眾黨應該率先示範，我們就是一個新政治會登記啊！我現在有新發言哦，拍我非常感謝趙宏麟秘書長，你就是秘書長，建長啦，建長。宏麟兄的這個期待啦，哈，啊，阮這幾年來，我嘛感覺講吼，要做小白兔也很困難的，哦，我們也希望自己清清白白，但是有時候
不見得是你想怎麼做就可以。所以你認為你們現在有不清不白的對啊？我跟你講啊，這個條文，這條文緩刑的部分是大家攏無異議，大家有共識，講你若是輕罪緩刑，應該愛互因會當參政。但是今仔的問題是，突然間加一個義務社會勞動役，為什麼會突然間加一個？啊，閣拄啊好，因的委員閣接到市長的電話，到底倒一個市長講唔講？你若講清清白白，你若唔講，這是倒一個市長搞搞不好是迄個郭文鐵啊。無記他伊就講，伊就愛對我講，伊接到伊的電話啊。你清清白白，誰有法度接受講？這安尼清清白白。剛剛就是剛剛高虹安一個市長有這個問題，無別個市長有這個問題。我咧想哦，咱哦，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啊吼。我的意思是講，不管如何來看後面最後修正，這修法，即擺已經通過啊嘛。對啊，三讀通過。即擺三讀通過啊嘛吼。所以會受到這個好處的，應該是高市長無義務嘛。我想，互你做一下公正的，你安啦，因咧講政治，我咧講法律啦。好。迄當陣在理這個法的時候，我就講有問題啊啦。吼，嘛出現個這王家珍這個受害者啦。吼，你即馬要甲收掉吼，拄好爾啦。吼，所以互司法，你若感覺吼，法官要褫奪公權就褫奪公權。若是講吼，咱感覺講吼，袂當互伊選舉的人用黑金槍毒，咱就鎖定黑金槍毒。黑金槍毒嘛有較輕的啊。吼，較輕的你即馬緩刑嘛，攏甲放互開啊，這嘛是會使啊，因為這互人民去選啊。講實在的選舉吼，這是人民咧做決定，你互伊選，毋是講伊就會調呢，吼。所以你是安怎互伊選，這是伊的權利，嘛是人民一個權利。黑金槍毒消極資格當然嘛有存在，吼，伊若貪污，伊若安怎，伊後壁嘛有可能啊。這個立法我們可以承認，但是它這個還是有輕重之差別啊。拄則迄個緩刑當中全部適用，還是一個立法錯誤，所以我們今嘛甲糾正拄好爾。我安尼講，這回是連詐欺犯有罪確定嘛，袂使互你閣繼續參選。這條新的啦。對啊，這條是新的。這條新的。對啊，但是你這條看起來剛剛是行的咱時代的潮流進程，確實為什麼？給一個尾大不掉，一個義務社會勞動役，然後又講不清楚，說不明白，你這到底是為啥因人設事？你若講緩刑，因為大家攏每一黨攏有可能有人有這個情形，但是咱唔是要解決假的人的問題，咱是認為講這個假刑這個代志可能是較輕的罪，所以咱無應該因為較輕的罪已經嘛假刑啊，所以咱影響到伊參政的權利。但是你這個得義務社會勞動役，為什麼會突然間冒出這個物件？啊，為什麼你若無愛先說寫義科罰金呢？嘛會用的，這奇怪的啊！為什麼拄好是義務社會勞動役？啊，剛剛啊，迄通電話內底，佫有講到這幾字，啊，佫講袂清楚。今嘛，這個條文通過，就是剛剛。議員，咱回歸，你頭到一開始就發言的，就講，因為這個檢察官加入去這個政治。對啊，這檢察官伊本來應該做單純的司法判斷的吼，每一個個案來到伊家，這個會使互伊義務社會勞動役，我都看清楚的吼。今嘛變成，市長我啊，甲你迄個你都袂當選。議員，我咧看是最後的效果啦。譬如講，那這個法官伊就知影講，哦，我這個若等候檢察官來做這個決定，我會含一不一啦。所以我就直接吼，把這條來跳過。對，不給他一顆社會勞動力的機會。是不是這反而強害人權哦？是不是失去人權呢？副警長。3點吼，第一糾正一下吼，這個異刑處分含易科罰金，含義務勞動吼，這是第一項。啊，第二項就是講，迄個阮這屆選罷法，咱也會使討論，就是講林淑芬委員現在即馬要提這個案嘛。伊其實佇早年，因為伊真有勇氣對抗着民進黨的黨團的這個指令嘛，對勞基法的問題，所以伊互派去做司法法制嘛。佇司法法制迄兩檔的時陣，大家攏足配合伊，但是迄時陣伊無想到要處理一條，是安那是今年
3月要來處理這條，伊嘛有伊的考慮啦。好，所以我想講，這種大家互相尊重就好啊。好，第3點吼，就是講，我還是要回應一下，就是講，較多洪林兄講的啦。其實吼，阮嘛希望講用較懸的標準來做這塊代志，但是有時陣吼，你不得不用一些看起來不是那麼所謂形象好的方式來對抗一些強權啦。醫兄。副主任，你這小妹一點我聽無啥有呢？伊意思講民眾黨對台共產黨的態度啦。唔是，來，副主任你家己的喙家己講較實。就是講有時陣哦，因為像我以前嘛佇街頭幾啊檔吼，啊你要嚟看伊的時陣，你就發現講吼，迄大檔甲細檔迄差太濟咧，迄莫講舉雙腳舉雙手。會過袂過？不只是副主任就恁即馬，恁即馬都冇。要不是即馬拄啊好，規個版圖結構是3黨不過半。所以你看是不是這個意思？是講你不得不有當時愛甲國民黨來合作，這個意思。這一定啊！你知影你也無你本來就想要做，沒有他講，伊講的意思是講伊是弱勢，所以我袂當來政黨合作這是正常的，但是你要用好的手段，你難道要用黃國昌用狗仔違背去調查偷偷？不啦，這個傷濟啊啦，副主任就無這個意思啦吼，不，你不是這個意思啦吼。所以真的啦，很。